歡迎大家收睇賽馬分析學呢個頻道，會喺每個賽日之前分析精選馬匹。如果大家中意，可以訂閱呢個頻道作為支持。2025年7月1號沙田日馬，我哋先講第1至第5場，下條片再分享第6至第10場。第一場5班草地1100米，今日講講12號貝貝龍，我哋睇睇片先。呢場場次739，貝貝龍排8檔，跑第4嘅。一大熱，黃旗居。好，你一起步嘅時候，英雄本色稍為立腳啲嘅，志在福星喺中間快，貝貝龍啦，常感恩啦，外邊黃衫仲有隻連心星啊，內欄黃衫啊進先生啦，響外邊位置仲有全神貫注，出邊綠衫紅帽就紅中烈馬，內欄藍藍地色衫嗰隻係銳一嚟㗎，後啲㗎嘛，勁進天下就響個馬林中間，出邊鼓浪非凡啊，尾三英雄本色，尾二有心意就縮翻住嚟跑，金髮銀髮就暫時殿後啊。好啦，開始轉香港體育學院灣啊，放出嚟跑嘅馬係連心星嚟㗎，外邊啊貝貝龍，埋邊啊志在福星，外邊走上去有8正道啊，第5位中間常感恩啊，內欄第6黃衫做個進先生，外邊啊勁進天下，馬林中間呢，橙衫藍帽呢，仲有全神貫注啊，內欄藍衫紫色面箍呢，仲有銳一啊，後邊5匹馬紅中烈馬，黑衫尾4黑帽嗰隻就勁進天下。後邊3隻英雄本色有心意啊掟外邊㗎啦，咁啊包咗落尾嘅馬粉紅眼就金髮銀髮嚟㗎。好啦，轉正彎入直路啦，前面連心星鬥緊貝貝龍啊，中檔位置推進嘅馬呢，仲有8正道啦，埋邊啊志在福星啊，中間打上嚟嘅馬仲有鼓浪非凡啊，中外檔追全神貫注，大外檔嗰邊有2隻啊，勁進天下同埋有心意啊，最後百零米連心星依然係佔先半個身位，貝貝龍呢，追足成條直路都追佢唔到啊，馬林中間銳一依家先揾到位，接近終點連心星咁啊追上嚟嘅馬係銳一，似乎連心星到咗。咁呢隻馬上場賽事跑沙田草地1004米，其實係蔡明少喎。前段前面位置跑沿途2碟跟跑咁啊望空走嘅，一入400米左右隻馬中檔望空發力衝刺，咁啊一直有走勢，最後隻馬攞第4。咁長啦，真情跑1100米，咁啊好多人話啦，話1004米真情到1100米隻馬得唔得㗎？咁啊睇翻隻馬呢，其實佢個母系血統呢，係完全係可以應付到1100米嘅，咁啊可能呢仲更加好添，所以呢，大家都唔使擔心嘅。咁啊，今場排4檔，潘明輝呢，其實呢隻馬，咁呢隻馬有遮擋走，正常發揮呢，咁啊可能俾到啲新鮮感，咁啊唔難有3甲甚至贏出賽事嘅。另外3匹心水馬呢，就係2號上市魅力、7號香港精神、11號金得意。咁我哋講緊第2場4班草地1000米，今日講緊3號團結勇士，我哋睇睇片先。呢場場次741，團結勇士排7檔跑第2嘅，一枝獨秀大熱門係1。好，你一起步嘅時候啊，前面快閘嘅馬呢，黃衫就係呢隻不可擋噶啦。外欄有呢隻藍雀爺都快，紅帽大約2-3位嘅馬啦，仲有拉合爾啦，中間起行啊藍衫啦，團結勇士啦，中檔位置嘅，最入係川雲達月啊，後啲嘅馬就文武全能啊，拍住嗰隻魅力星啊，再入邊嘅馬就手盡啊，後邊5匹馬啦，有赤霞啦，最好玩啊紅色頭罩大約尾4嘅，綠衫拍住佢仲有東方福寶啊，出閘俾人挨咗呢，依家外欄尾，哎呀又撞添，冇林寶展啊，咁啊包咗落尾嘅馬黃金騎士嚟㗎。跑咗一半嘅路程啦，前面不可擋呢就放咗出嚟跑噶啦，咁啊緊隨其後噶嘛，有拉合爾啦，入邊啊團結勇士啦，外欄嗰邊仲有藍雀爺啊，後多層嘅馬呢仲有川雲達月嗰啲，最後百零米啦，不可擋就唔多咯，埋邊團結勇士追緊佢，中間位置仲有呢隻拉合爾，最後50米不可擋仲有少少嘅優勢，埋邊位置團結勇士接近終點不可擋，黃寶利又係擺咗喺前面度啦，咁呢隻馬上場賽事跑沙田草地1000米，其實係奧爾文啊。前段前面位置跑嘅，咁啊沿途望空走嘅，一入400米左右隻馬中檔發力衝刺，隻馬一望空就一直衝啊。咁啊最後攞第2翻嚟啦，個姿態好吸引嘅。今場跑草地1000米排3檔，奧爾文繼續騎呢隻馬，咁啊呢隻馬排3檔，咁啊有遮擋走，正常發揮呢隻馬唔難有3甲甚至贏出賽事嘅。另外3匹心水馬呢，就係1號興英雄豪邁、10號凝聚美麗、12號銀河勇士。咁我哋講緊第3場4班草地1004米，咁啊講緊4號勁進區，我哋睇睇片先。呢場場次760，勁進區排3檔跑第4嘅。12。
好，你一起步嘅時候，和道威慢咗啲啊，前面快噶嘛，勁進區響中間啊，咁啊內欄有件無情啦，粉紅衫嘅，外邊啊12神將最出紅衫真僥倖啊，中間啡色衫呢，仲有考眼光第5位啦，第6位咁啊黃藍衫嗰匹呢，仲有大數據啊，後多層啊嘛，灰馬超越夢想中間位置仲有精算特殊紫色眼罩63嘅，內欄啊高感啊，後啲嘅馬匹啊驕陽萬里長龍區啊，尾3位置呢，咁啊有呢隻進傲星啊，後邊林寶精神暫時殿後出閘慢咗嗰隻和道威嚟㗎。好啦，轉香港體育學院彎啊，放咗出嚟跑嘅馬係12神將啊，外邊走上去第2位呢，咪有真僥倖啦，內欄第3就見無情啊，第4位藍衫中檔啦，有呢隻就勁進區啊，響外邊啊大數據，內欄位置呢仲有高感啊，中間啊精算特殊啦，攞咗出去外邊喎，啡色衫啊考眼光啦，跟住一齊出嘅馬呢，仲有進傲星啊，超越夢想嗰啲馬，好啦，入正最後直路啦，前面透出嘅馬都仲係12神將啊，中間位置追佢嘅馬有呢隻就真僥倖啦，中檔勁進區啦，中間位置仲有大數據啊，博入邊嘅馬呢，仲有呢匹呢就見無情嗰啲馬，最出嗰邊仲有隻進傲星上緊嚟啊，最後100厘米12神將埋邊仲係佔先啊，中間真僥倖呢，咁啊追足成條直路都追佢唔到啊，中間位置長龍區上緊嚟，外邊位置仲有隻勁進區，接近終點第1名呢，真僥倖，咁啊終點前呢，都能夠過到埋邊12神將，咁啊外邊追上嚟。咁呢隻馬上場賽事話沙田草地1400米，其實係中翼禮啊，前段中間位置跑咁啊二疊金跑有遮擋走嘅，一入400米左右就買馬群中發力衝刺，但未能望空啊，咁啊之後望空一直衝，咁啊最後攞個第4翻嚟。今場跑草地1200米排4檔，咁啊換上艾少禮騎呢隻馬，咁啊排4檔，只要有遮擋走，直路走到3位嘅話呢，正常發揮呢隻馬都唔難有3甲甚至贏出賽事嘅。另外3匹心水馬呢，就1號仗義、5號酷霸王、12號翠湖烈風。咁我哋講第4場4班草地1200米，咁啊講緊2號渡月橋，我哋睇睇片先。呢場場次738渡月橋排4檔跑第3嘅。好，你一起步嘅時候啦，咁啊大家都平排出閘嘅，前面快嘅馬呢，渡月橋喎已經擺咗喺前面啦，外邊有黃寶區啦，出邊仲有2隻嘅手到齊來，外邊係奇異歡星啊，中間呢仲有大眾快區啦，內欄仲有尊智神啊，馬林中間藍衫朗日志強，外邊天天有福啊，後啲嘅馬匹啦，先嗰啲你知我醒啦，藍眼罩大約尾3就同德威啦，尾威利非凡響後邊呢就係拼搏嚟㗎，好啦轉緊彎嘅時候啦，咁啊前面放咗出嚟嘅馬呢，就手到齊來嚟㗎，跟住響第2位就渡月橋啊。第3位黃寶區內欄，第4仲有尊智神，外邊第5啊奇異歡星啊，中間第6就大眾快區啦，外邊藍眼罩紅帽就朗日志強啊，後啲嘅馬你知我醒同德威天天有福，尾以外邊呢就威利非凡包咗落咩拼搏嚟㗎，好啦最後直路啦，手到齊來，接嚟咗大約半個身位啊，渡月橋開始追上嚟啦，咁啊再見到後邊嘅第3位有尊智神啦，中間你知我醒啦，外邊朗日志強大我當威利非凡啊，最後100厘米啦，咁啊見到手到齊來依然係佔先嘅，渡月橋就追緊佢，後多層嘅馬仲有尊智神，最後50米埋邊手到齊來，仲有渡月橋喺第2位，外邊上嚟尊智神第1名，相當接近啊，外邊冚上嚟，尊智神末段嘅勢就好勁啊！咁呢隻馬上場賽事跑沙田草地1200米，其實係潘頓啊，前段前面位置跑沿途2疊金跑咁啊有遮擋走啊，一入400米左右就買中檔望空發力衝刺，咁一直有走勢，最後隻馬攞第3。今場繼續跑1200米啦，咁啊排11檔。咁啊潘頓繼續騎呢隻馬，咁啊今場呢，只要順利有遮擋走，咁啊走位好啲嘅話，正常發揮呢隻馬唔難有3甲，甚至呢贏出賽事嘅。另外3匹心水馬呢，就係1號手到齊來、4號陸小鳳、7號你知我醒。咁我哋講緊第5場2班草地1400米，咁啊4號光年魅力。講呢隻馬之前，我哋睇睇片先。呢場場次743光年魅力排7檔跑第1嘅。好，你一起步嘅時候啊，快閘嘅馬有武林密碼，中間飛鷹翱翔，外邊健康愉快啊，中檔第4位呢，仲有潮州精神，外邊呢就笑傲江湖啊，後邊3匹馬啦，米奇、勁進輝煌啊，暫時殿後嘅馬匹呢係頂頭熱門嗰隻光年魅力嚟㗎。好啦，接近呢個1000米段處啦，3隻馬走啦，咁啊中間飛鷹翱翔，埋邊呢就武林密碼，外邊係健康愉快啊，再見到第4位啦，咁啊有笑傲江湖啦，埋邊第5位63藍眼罩潮州精神啊，後邊3匹馬勁進輝煌米奇，暫時殿後仍然係嗰隻光年魅力嚟㗎。好啦，咁啊轉緊彎中間啊，前面佔先嘅馬呢，武林密碼埋邊走咗上嚟喎，
飛鷹翱翔係第二位，第三位外邊係健康愉快，第四埋邊潮州精神橙三橙帽，第五位仲係笑傲江湖啊！攞出去外邊啊，有競進輝煌等入邊喎，紅帽尾二係米奇暫時墊後，仍然係光年魅力嚟㗎。好啦，咁啊轉彎入直路咁滯啦，前面佔先嘅馬呢，咁啊見到就係武林密碼，中間有飛鷹翱翔啦，咁啊再見到外邊啊，競進輝煌追大外檔上嚟好勁啊，光年魅力啊，再攝入邊仲個米奇啊，最後200米啦，外邊嗰隻光年魅力有大步又大隻冚咗上嚟啊，中間有競進輝煌數入去嘅馬，仲有武林密碼內蘭潮州精神啊，接近終點光年魅力外邊冚上嚟興盛啊，跑第二名武林密碼，第三名競進輝煌，第四名係潮州精神啊。咁呢隻馬上場賽事，沙田草地1400米，其實係潘頓啊。前段後面位置跑，沿途二疊金跑咁啊有遮擋走嘅。一入400米左右，隻馬呢抽出大外檔望空發力衝刺，最後一直有走勢，隻馬攞第一，咁啊越走越勁，好吸引噶。隻馬呢大把進步空間啊！今場繼續跑草地1400米，咁啊潘頓繼續騎呢隻馬啦。咁啊排10檔，只要順利有遮擋位置走，咁啊有力突圍嘅，應該唔難有3甲甚至贏出賽事嘅。另外3匹心水馬呢，就係5號太陽勇士、9號飛輪步、11號神池。咁第6至第10場呢，會喺下條片再分享，大家敬請留意啦。多謝大家支持，如果大家中意，可以俾個 like 同埋訂閱呢個頻道作為支持。